大家好，今日我哋會繼續探討核數師獨立性。今次我哋會講解香港會計師公會道德守則第68節有關向審計客戶提供非鑑證服務嘅規定。喺會計師事務所向審計客戶提供非鑑證服務，即 NAS 之前，事務所必須運用概念框架去識別、評估同處理因提供該等服務而產生對獨立性嘅不利因素。其中一個最常見嘅不利因素就係自我複核，即係事務所可能要審核翻自己之前所做嘅工作。如果執業人士喺提供服務時承擔管理層職責，亦可能產生例如自身利益、密切關係同鼓吹嘅不利因素。喺評估提供非鑑證服務所產生嘅不利因素時，可以先問兩個問題：第一，該項服務成果會唔會構成或者影響事務所將會發表嘅審計意見？第二，喺進行審計期間，審計團隊會唔會評估或者依賴由事務所或網絡事務所喺提供非鑑證服務時所作出嘅判斷，或者所執行嘅工作？如果答案係會，就存在自我複核嘅不利因素。不利因素可以透過保障措施嚟處理，例如由並非審計團隊成員嘅專業人士執行有關服務。不過，如果冇合適嘅保障措施去維持獨立性，事務所就需要考慮終止該項服務，或者結束該審計業務。另外，執業會計師亦應留意，獨立分開運作嘅專業單位都有可能被視為網絡事務所。守則第601至610節就不同類型嘅非鑑證服務訂立咗具體規定，其中一項重要要求係，如果一項非鑑證服務可能就事務所將會發表審計意見嘅財務報表產生自我複核嘅不利因素，事務所或者網絡事務所就唔可以向該公共利益實體審計客戶提供該項服務。跟住我哋睇下兩個常見查詢。歐先生係一位審計執業人士，佢問，喺守則入面冇特別提及關於全程規劃顧問服務，咁係咪即係我可以向審計客戶提供呢項服務呢？守則其實提供咗清晰指引。守則指出，由於商業模式、金融市場同科技不斷發展，所以唔可能列出所有非鑑證服務嘅種類。因此，歐先生需要運用概念框架同第68節相關規定，去評估向審計客戶提供呢項服務會唔會產生任何對獨立性嘅不利因素。歐先生進一步問，我同時經營兩間公司，一間係會計師事務所，另一間係顧問公司。K 女士係我嘅非公共利益實體審計客戶，佢邀請我為其業務營運提供內部控制複核服務。咁我間顧問公司可唔可以提供呢項服務呢？答案係視乎情況而定。由於兩間公司存在共同擁有權嘅安排，因此歐先生嘅顧問公司屬於網絡事務所，所以守則下嘅獨立性規定同樣適用於呢間顧問公司。由於有關服務會影響歐先生嘅會計師事務所將會發表審計意見嘅財務報表，因此會產生自我複核嘅不利因素。喺呢種情況下，只有當相關不利因素能夠透過保障措施處理，例如由非審計團隊成員嘅專業人士執行有關服務，先可以提供該項服務。近年嚟，監管機構喺呢個範疇有幾項主要嘅查察發現。第一，會計師事務所缺乏相關政策同程序，去識別、評估同處理有關不利因素。第二，會計師事務未有提供足夠資料，證明事務所如何評估對獨立性嘅不利因素，以及有冇按照守則要求採取相關保障措施。監管機構期望事務所喺提供非鑑證服務之前，建立適當嘅政策同程序，將有關不利因素降低至可接受嘅水平。總結嚟講，守則第68節要求持續運用概念框架，去識別、評估同處理任何對獨立性嘅不利因素。事務所應該喺呢方面維持清晰嘅政策同程序。多謝收看。